我喺1994年加入民航處做航空交通管制主任。當時嘅啟德機場係由民航處負責做規劃同埋管理嘅。我而家嘅崗位主要係做一啲空管培訓嘅策劃。我入職咗民航處15年，係一位進場同埋塔台嘅航空交通管制主任。現時主要工作係訓練新入職嘅同事啦，亦都會負責一啲前線嘅日常工作嘅。我哋其實工作性質咧就好似將個天空分蛋糕咁樣細分開一份份，然後每人就負責一個空域。我會將起飛嘅飛機交俾你，你亦都會將降落嘅飛機交俾我。航空交通管制好多時都俾人感覺係好先進，但係其實喺啟德年代好多嘢都係用人手操作。譬如喺飛機降落嘅時候，指揮台嘅空管助理就要拎起望遠鏡，然後喺飛機飛過嘅時候揾到機身上面嘅註冊編號，將每一隻飛機裡面嘅航班資料用手寫。有陣時甚至我哋係要心算去計數啦，究竟飛機係要飛幾耐先至係由一個航點去到另一個航點。咁相對起啟德嘅年代咧，我覺得而家我哋嘅年代比你哋更加好嘅地方就係我哋而家設備先進咗好多，有一部電腦幫我哋計晒我哋所有數，我哋就能夠做到更加快、更加準確嘅決定。一日嘅航班有1200班啦，咁其實我哋而家 operation 已經係一個 Formula One operation， 我哋做嘢係斷秒計。我哋面對到一個挑戰，就係以前我哋入到嚟訓練嗰陣，可能我哋清到當以足球比賽咁先計啦。我哋可能訓練到一個乙組嘅球員，我哋應該可以上場打住先啦。但係而家咧，我哋一個訓練咧，一訓練就已經要去一個超聯嘅質素，我哋先可以應付到我哋今日嘅流量。除此之外，其實我哋嘅 operation 亦都係非常之有前瞻性嘅。譬如喺打風嘅時候啦，民航處啦，再加埋機場管理局啦，就會做一個叫做航班重新編配嘅機制。咁呢個機制咧，其實係將所有嘅航班咧係重新執過晒啦。咁希望喺打完風之後咧，就可以快啲 recover 到。咁我哋上年開咗3跑道啊，我哋香港國際機場越嚟越繁忙啦。咁你嘅展望會係點樣呢？我期望香港國際機場會繼續咁樣發展落去，航班流量會越嚟越多。而呢一個流量嘅數目字，我哋希望可以令到香港人都會對於香港國際機場感到自豪。咁我展望咧就係咧，無論我流量幾大，我哋飛機放到幾密都好啦，我哋航空交通管制都會將安全放喺首位，去守護住香港市民。呢一個我絕對認同。